投資股票咧，其實唔一定好似去街市買餸要揀啲最新鮮嘅，即係呢一期興啲乜你就買啲乜咧，其實好容易出事嘅。財務策劃師認為，除咗要留意可能忽略咗嘅負面因素，股票新手亦要定期檢視投資組合，並設定止蝕位。而根據翻投資心理學講咧，原來絕大部分人都係嘅，唔中意輸錢。咁點樣能夠買完隻股票跌咗落去又唔輸咧？就係一日唔賣就一日唔叫輸嘛，就反而有呢個心態啊。咁所以到時咧一路揸住，但係點知越買就越跌，越跌你越唔想走，最後綁死晒。我哋事前咧做定一個嘅計劃，一個標準，乜嘢位置我一定要做決定㗎啦，眯埋眼唔好諗啦。你咁樣做咧，其實你投資得嚟咧，就反而就會輕鬆啲。佢建議投資者買入股票之前，亦要做好資產配置，避免預早套現股份而錯失獲利機會。成日都講啦，港股特性就係有波幅冇升幅。不過到今時今日咧，呢兩年咧，即係2024、2025咧，其實相對再早嘅3年咧，係一個唔錯升幅嘅。但係過去歷史不代表將來啊嘛，即係所以將來會點咧，其實都唔知嘅。所以反而我要將啲資金分配得好啲啦，有部分用嚟應交，有部分用嚟生活，有部分攞嚟做中長線投資。當你分開咗之後咧，其實個個市場你都買得，全部都有唔同嘅機會。佢提醒新手投資者留意交易平台嘅入場費，妥善保存交易記錄，亦可以選擇月供股票或者分注買入股份，以分散風險。唔好相信任何一隻股票能夠持續上升，全世界得一樣嘢係會持續上升嘅啫，嗰個就係你嘅年紀。如果我資金唔多咧，你一般而家有一啲叫做月供嘅股票嘅投資都可以嘅，咁啊每個月可能入場費1000蚊港紙、2000蚊港紙。如果想把握個機遇，哇！而家係最好 timing 喎，最好嘅時間咧，月供就做唔到啦，因為佢嘅特性就係幫你係減低咧入市風險嘅。咁但係你如果係我都到某個年紀啦，人到中年啦，儲咗筆錢啦，可能就將嗰100幾廿萬咧就分開，譬如話3至到4次做一個買入。咁你每次咧就可以買多少少，咁樣做其實都係一啲嘅平均成本法做法。